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1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暗空军一只 F-16战斗机飞行训练的时失去音讯，早起国防部严德发部长已经去坐镇督导搜救的作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决议撤销中天新闻台执照，不过中天还会当提出行政诉讼。交通部计划明年旧历过年的期间，会搁再补助顶辈时代出门旅行带饭店补助的专案。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针对中天新闻台这个频道换执照这条案进行实质审查，经过7名委员投票7比0，决议撤销中天新闻台执照。啊，不过中天这边爱当提出行政诉讼值。下晡2点 ，NCC 的陈耀雄主委也亲身出面说明过程的详细。经过委员的讨论我们委员呢进行评分，并把最后呢这个理由大家充分讨论以后呢，7位委员一致决定驳回申请，不予换照。那主要理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违法记录非常的严重，中天新闻台的内控机制失灵，还有自律机制呢没有发挥功能的部分10月26号召开听证会，还有11月4号请中天新闻台到会陈述意见呢，其实都显示出一个问题，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他们的大股东蔡衍明先生呢，直接间接的介入中天新闻台的直播的事实。7个委员一致决议驳回申请，不予换照。咱搁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搁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国内计共是608宗病例。另外，12月初一起会加强要求出入公共场所挂喙罨的规定，搁会重新开放进行检安。50岁到64岁的民众注意完成感冒预防针的作业。咱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个案，分别从印尼跟美国入境。那从印尼入境的是30多岁的印尼籍的女性，那美国入境的是6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那他们基本上进来的时候都没有症状但是在检疫的期间那这位女性607例的印尼籍女性16日因为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安排就医采检，那确诊。那有相关的接触者我们也就在疫调。那608号是长期住在美国，上次入境是去年的10月。那11月11日回来进行居家检疫。11月12日陆续出现体温偏高、肌肉酸痛、头痛、咳嗽、流鼻水。那16日那个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那今日确诊。过来关心，昨暗空军一只 F-16战斗机由飞行官蒋正志上校伫咧花莲的基地驶起行，要进行飞行训练，一时间却失去音讯，恐惊是坠落海底。早起8点，国防部严德发部长已经去到花莲亲身坐镇，要求军方甲民间全力合作搜救，嘛有和蒋上校的亲人会面，强调讲绝对袂放弃每一分的希望。严德发部长慰问蒋上校的亲人，嘛要求手下的单位都要尽量照顾甲协助。伊嘛去到空军第5联队了解搜救的进展，佮有指示成立调查的小组，查明失事的原因。佮有就是空军所谓 F-16战斗机，也都要全面性特别检查。另外，严部长也望讲第5联队的官兵同齐替蒋上校祈祷平安。空中防守甲备战的作业也唔通来受到影响。来讲，昨蒋正志上校所驾驶这只 F-16战斗机起飞2分钟，就伫花莲县的外海失去音讯。国防部也即时启动直升机甲船只对空中海面详细敲吹。加在这2日较无风影，不过到中昼时，犹原还未找到半点战斗机的外壳。军方也强调讲，一定尽上界大的力量继续搜救。蒋正志上校所驾驶 F-16单座战机失联了后，国防部马上就进行海空的搜救。第二颗了。这座 F-16战机17号暗头6点05分，为花莲基地起飞了后，进行例行性的训练任务。起飞2分钟了后，
伫花莲机场东北边8海里雷达的光点消失，乌鹰直升机伫暗头6点25分出境来搜救。18号上午，乌鹰直升机再度出动，接续搜救的任务。海军甲海巡嘛出动了10外只的船，北边为花莲的中立，南边甲水莲的外海，分别开河来进行搜救。奇莱底以北，并在这个三站溪以南进行搜索，还没有发现到残骸。但是今天、明天，依照气象，那个海流平稳。国防部表示 ，F-16试验的時陣，關路大約是6000英尺以上，能見度是4海里外。F-16的駕駛蔣正治上校是65年次，空軍官校正期88年班，目前是第5聯隊第26作戰隊長。飛行的總時數是2230小時，駕駛 F-16嘛有1815小時，是戰術專精教官。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蒋上校活生生的带回来，平平安安的带回来。蔣正治上校伫去年10月份空军重大演训天龙操演当中，代表第5聯隊來率隊，摕下了全空軍聯隊第1名。伫為戰機試驗了後，經過10幾點鐘的搜索，目前還未發現，將會繼續來找人。我們預計今天會規劃12架次的飛機，一直會搜尋到19號的6點鐘。後續我們再看情況，還會持續的一直進行搜救的工作。也因為蔣正治上校是非常有經驗的飛行官，14號試驗迄個暗頭啊，天氣真好，軍方強調將會盡上大的努力來找人。記者綜合報道。早起，蔡英文總統也說明講，現部所有的 F-16戰鬥機攏已經停飛，全面檢查詳細。伊嘛要求徹底查明失事的原因，該當愛負責、愛檢討的，攏得擔當。各方的專家也分析講，看蔣上校的經驗，推斷意外應當較毋是健康的問題，而是對環境清疏，無定是飛兩機機械有各樣來造成。空軍花蓮基地一隻 F-16戰機暗時夜航訓練起飛了後失聯，目前也在搜救中。總統蔡英文早起表示，駕駛飛官蔣正治是國軍好長官、好兄弟，是非常重要的人才。要求所有的單位袂當放棄任何機會，也需要徹查事故原因。空軍已經將 F-16全面停飛進行檢查，那我也要求必須要徹查事故的原因哦，那該負責的就負責，那該檢討的就檢討。蔡英文也要求國防部國防戰備袂當有任何的放鬆，佮較拜託所有的咱國民眾，予國軍上大的支持佮力量。這擺失事的 F-16戰機是1992年向美國所採購的，在台服務超過20年，歷年已經有7架失事的記錄。自1998年開始，1999年攏總有3架摔落來，造成2名飛官罹難，1人失蹤。2013年飛官吳顏婷佇飛行機摔落來時陣跳傘獲救。2018年6月，伊卻佇執行任務時陣弄煞殉職。代志過2年外，閣有 F-16失事。專家研判，這擺環境因素可能性低，機械因素懸。它起飛時間2分鐘，剛剛離場完畢，正在爬升當中。是飛機操縱器的發生，還是發動機出了問題？人要馬上注意處置。那波導油車正在換，根本沒辦法就要呼叫。那會不會因為夜航的關係，也會造成這個空間迷向或錯覺，都有可能哦。張延定表示，飛行員蔣正治是真資深的飛行員，並且擔任隊長，飛行經驗非常的豐富，也真優秀，身體狀況也應該無問題。因為因素可能性非常低。另外，講有老舊的問題，需要看飛行機的781儀表記錄機況的記錄器。伊也認為，花蓮外海有真深的海溝，就要把握時間找出失事原因，才會當有真相。記者綜合報道。關心政治來講，近來中國的戰鬥機再三飛越咱的半空中，還有海面的軍事演習嘛是一再咧進行，甚至還有風聲中國會對東沙島先拍起。早起立法院咧審查海洋委員會預算的時，也有立委咧探問海委會李仲偉主委，12月20甲27，軍方要佇咧東沙島進行實彈射擊的操演，這項工課的詳細。台海關係緊張，除了中國軍機真接擾亂台灣以外，中國解放軍最近嘛正在舉行軍事演練，
甚至还有威胁要攻打东沙岛的传言。互立委18早起，审查海委会明年预算的时阵，嘛真关心海巡署10月20到27，伫东沙这片的对海实弹操演。依照年度的训练计划，每半年会实施一次火炮的射击。陆战队现在也有进驻在那边做移地的训练哦，我想大概都是为了因应这些事情。海委会强调讲，只要是咱的国土，一寸都别退让，嘛有决心要守护东沙岛。海巡署进前嘛照海军岛江南做范本，按算打造12架双船体巡航舰，目前已经完成2架，包括4月份已经落水测试的安平号。船顶嘛有配中科院研发的定海火箭弹。立委嘛希望这军事设备会当优先配给予高风险的区域。我们这里可以优先配备到我们东沙、岛等几个高风险区。请委员相信，不管是国防部也好，海巡署也好，他们都有决心要把这个岛守护了。那要有决心守护这个岛，那当然要给他足够的人员跟装备。海委会表示，针对中国对台海可能造成的威胁，海巡署一直拢有掌握相关的信息。面对中国最近这么多动作，国军最近嘛一直在操演，除了演练、保养、甲整理军事设备以外，嘛是爱以防万一中国有进一步的动作，会当随时来应变。记者综合报道。F-16战斗机失去引信，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也赶过去花莲督导救援。早起立法院的质询，就换张德平副部长出席。面对外界咧议论讲，敢是因为要抵挡中国战斗机的扰乱，空军加强训练才来引起意外。张副部长也要求唔通乱出猜测，因为应变解放军根本就无顶当到花莲基地这边的飞机。17秒一架 F-16的战机，这篇夜航训练起飞了后，消失伫咧花莲的外海。原本定伫咧18要去立法院备询的国防部长严德发，去花莲督导搜救的情形，改由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出席。面对外界质疑讲是因应中国军机侵扰加强训练造成的，张德平强调讲，请外界卖乌白药来影响到军心。在没有事实调查完成之前，我们不会做任何的预测或公布可能的原因。尤其呢，在新的海空域，我们对应的主要兵力是嘉义以南的基地的飞机，都没有动用到花莲基地的飞机。那花莲基地昨天的这个事情也是例行性的训练，夜航训练，这是我们每个月都要执行的，所以说跟这所谓的西南海空域是毫无关联。10月份以来，中国军机真正扰乱台湾西南空域。11月初1到18为止，这个月记录着13天扰乱台湾的记录。初1到初6连续6天，还佫有14至18连续5天，甚至有过一天上侪8架飞过来的记录。空军司令部强调讲，这架失去联络的 F-16战机执行的是例行的训练任务，相关机务的工课拢有正常执行，甲西南空域的状况无任何的关联。有关失事的原因，还佫要等专案小组进一步调查。有立委批评讲，今年战机失事已经第4件，国防部爱追究背后结构的原因。共机扰台的事情，在去年到今年是大概增加了1/3哈，但是不管这个是不是共机扰台我们自己本身的战备，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妥善，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加强跟重视。另外嘛，传出失联的飞官上校蒋正志，迄天早起还佫有飞机，可能休训了无够。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强调讲，按规定，空军执勤进前要有8点钟的困眠。蒋正志飞行进前休困的时数，嘛是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国已经和亚洲另外14国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个国际组织。经济部王美花部长嘛表示，咱若原来要参加，就要接纳中国一国两制的要求。总是这款话引起马英九前总统出面批评。这礼拜日，王部长就会和较受到 RCEP 影响，钢铁、石化、塑胶等等5项产业的代表会面，探讨意见。前总统马英九面册铺文，批评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加入 RCEP 需要遵守一国两制这款的讲法，充满意识形态，互人烦恼。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到立法院备询时回应，经济部即马只是重点，台湾无法度加入 RCEP 的困难点，更较重要就是政府要积极去协助产业渡过难关。意识形态讲的是想法，只是点出我们会碰到的困难点跟问题所在。对我们政府来说就是努力去做各式各样的
产业的这个合作，让我们的产业更强大。王美花强调，纾困4.0有计到明年2月初1用完为止，甚至不排除推出纾困5.0的滚动式的检讨。另外，国内受到 RCEP 冲击产业，22A 道都会甲5大产业，包括钢铁、石化、车辆、纺织甲塑胶等5大产业代表讲话意见。冲击到现在才要给研发费用，那是缓不济急。因为讲补助或补贴在 WTO 上面是非常敏感的哈，那我们会从这个 WTO 许可的这个范围去给业界做相关的一个协助啦。立委质疑，顶日部长讲 RCEP 对产业冲击无大，应该审慎评估。另外，无法度加入 RCEP， 就像部长讲的换一条路行，该加入 CPTPP， 台湾都有机会加入吗？恐惊是不简单。第一期产业合作，长期锁定其他国际经贸组织。也是甲美国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张泰国的国会辩论宪法的修正案，抗议的人士也去国会四边包围，继续要求总理落台，甲改革封疆家族的制度。警方嘛闹催泪瓦斯出来，搁有泉水赶人，甚至连外后支持国王的民众同款出来咧行，两派主张踮伫咧街路顶，互相来起冲突。万国街路17暗时也是无平静，因甲封锁围栏规个搬起来，摆做规排做伙向前行。วั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ปฏิรูปจริงๆถ้าวันไห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ปฏิวัติเราจะ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จะปฏิวัติ 示威民众今日是反政府的示威行动延续，警方早起伫外口部署，国会4个位的路口拢有设路障，要甲集合的示威民众围起来。面对警方所设的铁丝网仔的路障，示威者想要下过去，毋过若是有动作，得去互警方以催泪瓦斯还是水条来抓。有的水条有色，真刺激，真侪人无法度行，敢会当用水洗目睭。ไม่รู้ว่าเขาใช้แก๊สน้ำตาหรืออะไร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พราะเวลาสูดเข้าไปเนี่ยมันแสบทั้งคันทั้งแบบบาดเจ็บกันหลายคนค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กันหลายคนตรงรถพยาบาลนั่นน่ะ 维阿马封锁区其中一边的水炮车甲顶部警察向撤退，示威者甲围栏拆掉，冲入去封锁区，拄着保皇派人士佮发生冲突。泰国往会17、18两天辩论宪法修正草案，示威者提出修改前军政府制定的宪法，王室改革，要求总理帕拉育落台等等的真侪项要求。这个行动就是要压迫国会。คงมีคนเข้ามานะครับ แต่ว่าที่ได้ขอร้องไปแล้วว่ายังไงที่นี่ก็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ผู้มานะแต่ว่าขอให้โดยสงบนะครับโดยสงบแล้วก็อย่าไปคุกคามไม่ว่าด้วยวาจาหรือด้วยอาการอะไรก็ตาม 国会这个月初1号过，这个会搁针对这个宪法的修正草案来辩论。其中公民团体爱乐提出来民间版修正草案，得到10万人的联署，不过内容牵涉到王室改革，也是关键的敏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早起香港警方又搁出手掠3个民主派人士，就是今年5、6月立法会咧审查国歌法离托辩论的时，踮议场内底捌用激烈的举动抗议的3名议员朱凯德、陈志全和柯志峰。因为香港的局势变化，今年申请移民来台湾的香港民众人数比较英国，确实是增加袂少。許智峰議員，你馬上離開會議廳。 5月2日，香港立法會進行國歌法議托辯論，建制派甲泛民派議員繼續攻防。喺當中的泛民派議員柯志峰向向提出一塊暖氣真臭的食物衝過主席台。説中咗咧，佢哋係走狗漢奸賣國賊。亂七八糟的場面6月初4佫一擺出現。喺當中泛民派議員朱凱德、陳志全手提抗議標語，而且潑有臭味液體，想要來阻止國歌法三讀的定數，致使會議暫停。就話你嘅行為咧，令到立法會嘅會議咧。 11月18日早起，這3個前立法會議員分別透過人面冊表示，香港警察佇透早6點外來掠人，指出就是甲佇立法會潑有臭味液體有關係，目前攏互送去警署調查。香港對去年發生反送中事件到今年的港版國安法開始，爭議的事件不斷，甚至是引起一波移民潮。若是台灣嘛是選項之一。干那看這2年1月份到10月份，香港申請移民來台灣的人數就關出1萬人。 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港版國安法的實施的影響，政府駐香港辦事處受理港人文書驗證的案件確實大幅的增加。 不少香港民眾預約的時間已經安排到明年之後了，確實也可以反映出港人移居台灣的熱潮。
陆委会指出，申请文书验证的香港民众确实有提升，若是启用核准居留的人，今年1月份到9月份已经有5500人，甲去年全年的数量是相共，嘛比过去所有年度的总数佫较悬。对比105年甲今年，申请来台湾的投资移民甲专业移民嘛出现真大的增加。有移民公司指出，其中有真侪教授、会计师甲非政治性业务的公务员，除了安尼以外，佫会当以2000等等的名义来申请，毋过申请居留拢需要审查的时间。今年也佫需要考虑到疫情，敢是会去延长申请的时间，所以也该继续观察明年的数据。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总人数已经超过5555万，其中有133万人不幸过往。尤其法国的病例累积到昨已经突破200万人，是目前欧洲病例数上界侪一国。可见有真侪人无定也着爱伫咧政府约束袂当出门的封锁令当中度过12月耶诞节的假期咯。面对第二波疫情的滚价，欧洲大陆确诊的人数集齐超过1500万。虽然法国已经伫2礼拜进前实施第2届全国封城，不过集齐法国也是正做全欧洲头一个总确诊的人数超过200万的国家，也是美国、巴西甲印度了后超过俄罗斯，正做全球第4大确诊的国家。法国虽然敢若已经度过第2波疫情的高峰，而且每一天新确诊的病例、感染率都有下降，不过也是有超过33000人因为确诊来住院，内底包括要5000人住加护病房，医疗体系是承担真大的压力。虽然巴黎百货公司已经出现真高圣诞节的气氛，不过法国卫生部长17表示，伊唔敢保证今年的圣诞节会甲往年同款全家团圆，也呼吁法国民众都要忍耐。Donc moi je préfère donner des réponses fermes aux Français. Ma réponse ferme aujourd'hui c'est en train d'aller mieux, vos efforts sont en train de payer, il ne faut surtout pas les arrêter, il ne faut surtout pas changer de cap. Nous l'avons fait au printemps, oui c'est long, oui c'est pénible, mais c'est à ce prix-là que nous retrouverons une vie normale. 除了法国持续封城以外，英国苏格兰11个行政区为20开始进入第4级，也就是上高级别疫情的警戒。非必要的商店要关店3礼拜，一直到12月11才会当解禁。按算有超过230万人受到影响，希望会当伫圣诞节进前控制疫情。It's quite upsetting, obviously coming into Christmas with plans to do Christmas shopping. I feel like that's going to be affected. 德国目前超过83万人确诊，因为每一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有较少，政府决定延后到25，才宣布敢要延长限制措施。不过总理梅克尔17连续3届呼吁民众都要减少接触，也有感染的机会。Ja, die Zahlen, wie ich es eben schon sagte, steigen derzeit nicht mehr exponentiell, aber sie sind noch viel zu hoch. Und deshalb müssen wir Kontakte reduzieren und nochmal Kontakte reduzieren. 附近的奥地利，包括首都维也纳在内，全国为17开始进入第2届的封城，除了必要的工课、互医生看或者是运动以外，一律是袂当出门。那非必要的商店嘛要全面关起来。这波封锁措施会持续到12月初7才会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这2礼拜中美洲遮连续做滚红的风台，拜暗就透5级风的大风台，对尼加拉瓜这个的海岸上陆，风速竟然达到1点钟250公里这么猛。顶礼拜联合国的难民署也提醒讲，气候的变迁引起风台甲可汗情形拢大大加重，也致使中美洲这边的民众过日愈艰难。尼加拉瓜卡贝萨斯港的这间主题厝顶气候风规个吹起来。约塔古风伫咧当地时间8日暗时登陆了后，为了随风度5级降到4级，也是透大风落大雨，上大瞬间风速达到每点钟250公里。居民讲这是这世人看过上危险的飓风。无到2礼拜前，中美洲国家才拄到同款风力做4级的伊塔飓风的侵袭，发生水灾甲水崩山，有130外个人无命，损断真侪农作物，加100万人有路无厝。目前真侪城镇的水灾还未退。说过来，约塔飓风有伊塔的经验，包括尼加拉瓜等等的国家，早伫2天前就已经甲民众撤离，而且约塔伫登陆之前已经先伫咧南美的哥伦比亚造成真大的灾情。Hay una afectación máxima de infraestructura. Estamos hablando de un deterioro de cerca del 98% de la infraestructura de la isla de Providencia.
外电的报道指出，今年中美洲的飓风威力会使讲是唔捌看的，佮加上疫情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中美洲当地面对相当打击。一天比一天更较严重的困境，可能会致使疫情恶化，尤其是等的人增加，会互区域出现一波新的移民潮。联合国难民署顶礼拜嘛捌表示，气候变迁致使中美洲各地的热化，还有科大的状况一直变严重，这种现象可能会加速杀价的问题变更较大，互民众走向移民这条路。记者综合报道。等下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交通部为着继续带动国内的旅行，宣布明年2月，就是旧历过年的期间，会配合坐车甲带饭店旅社的开销，提供优待的补助。对象阁是限定55岁过的长辈时代，通互民众趁过年尽寡孝心。早起林佳龙部长也宣布，这条预算有2亿优待期间，嘛保证是袂提早收煞。对于做这个国际旅客的北部的饭店冲击比较大，相对于宜花东还有中南部跟离岛的这个住宿率来讲，他们还是很低，所以也利用这个春节期间他们会提出优惠的方案感谢台北市柯市长，他建立了安心旅游的经验上希望推出台北市的版的安心旅游。交通部观光局表示，这项春节孝亲的专案补助的对象限定伫咧55岁过的民众，一间房补助1500块，一个人听好申请3摆。饭店旅社有适合的条件是今年秋天带房的比例比较旧年同期减超过3成，这个对象。另外，林佳龙部长也指出，统计到今年新设99间旅行社，结束71间，可见数量是有加无减。再来关心，虽然政府强调讲进口的外国肉品未来产地一定会记载说明，总是早起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公布，到当已经有11万人伫网络联署签名，反对这边新开放肉品的制度。基金会秘书长也批评，连国家征收的税案都有人敢造假，何况讲肉品的外观根本都分袂出，敢有去落着真肉种。短短也无到1个月时间，就有超过11万人伫网络参加联署，反对有来客多半的猪肉甲牛肉进口。因为政府宣布，到明年1月初开始，会开放来猪来牛进口，引起消费者的惊吓。虽然政府强调讲会做好肉品的产地标示，毋过消基会批评讲，就连虽然国家队上个年的标示拢会出问题，无法度保证肉品的标示袂做手，而且客在人力无够，根本就是甲食安责任转互消费者。如果说连口罩这么显而易见可以用标章、可以用那个钢印来辨识的这个产品都没有办法完全把关的话，那这个从肉眼外观上看不出来是不是含有来剂的这个猪肉，一旦进入了台湾以后，我们怎么判断？消基会表示，成功进口来猪来牛，除了有可能会危害到台湾人的健康，嘛有可能会伤害国内加工食品的国际形象。因为食品加工业就有可能会使用到来猪来牛的原料，万不去互后面等等的先进国家业出来做，转来去用专利退货，敢毋是会互食品产业国家队规个乌有去。针对这样的一个联署，我们当然尊重。重要的还是回到消基会或者是主妇联盟，他们所期待的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怎么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消基会呼吁政府爱暂停，重新启动甲美方的谈判，敢若进口无来自美猪美牛，而且要求政府爱赶紧推动食品利率制度的立法，建立完整食品利率甲溯源的制度，若袂发起消费者拒绝食来猪来牛，卖派人参加日的反来猪来牛的抽斗游行，行上街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有环保团体出面批评环保署摕空气污染的基金去优待甲补助民众，新摊食汽油的奥多拜，代志是倒头做。早起张子敬署长也出面说明讲，主要就是望民众会当赶紧甲旧机车替换掉，这嘛是伫咧改善空气。不过，立法委员林淑芬又愿指出，这项政策错误的所在，嘛提案冻结空气污染基金的预算。环团开记者会表态，不满环保署今年开大钱补助燃油的机车，加上油价大落，造成今年度电动机车的市占率比去年同期减半。更加批评这政策延后台湾园区电动化的进度倒退路。对此，环保署长张子敬表示，补助燃油机车是希望鼓励民众量早来汰换老旧的机车，短期之内有减污的效果。
事实上，它汰换7期的燃油车，它也可以有90%以上的污染的改善。所以，我们短期目标把空气污染先做一个适度的改善。那么长期，当然我们希望朝电动化推动，这个是没有错的一个方向。会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审查环保署主管有算，立委林淑芬指出，环保署补助7期燃油车的数量是电动自行车甲机车的4.5倍。全台湾有12个环保局，伫环保署的带动之下，更加提出增加补助，为1500块到1万块不等。伊要求修正补助的办法，嘛提案冻结空污基金的预算4000万。油价在整个今年疫情期间是非常的下跌的，所以这个下跌，然后政府的补助又特别多，所以等于是整个逆补贴到一种所谓的空污防治的概念里面，错误的补贴政策让整个空污防治是大倒退的。另外，环保署这几年来提出各种空污防治计划，设定今年 PM2.5全国年平均的浓度要降到达日方公尺15微克。但环保署今年宣布要延后3年，伊嘛提案冻结相关的预算1亿。伊认为，为着要确保民众健康，环保署应该修正 PM2.5绩效的目标甲防治方案目标了后，才会当动用。记者林文丹碧如台北报道。就是因为今年7期环保食汽油的奥多巴已经补助超过13万台，比较电动机车加4倍外出来，才会引起民间批评。但嘛有环保团体咧要求，台湾就要以公元2050年空气内底碳排放达到0当作目标。总是负责规划这项议题的政府机关也说明讲，确实有一再咧研究当中。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10日下晡摆案审查环保署空污基金的预算。环保团体不满环保署所提出的每年的预算，会继续利用空污基金来予石油的机车、有买车的补助。尤其是今年7期的石油车，补助数量13.6万台，比电动车是关出4.5倍。因批评讲，错误的补贴对象对改善空污是更较不利，等于讲是在行减碳的回头路。每10台新售的机车，大概会有2台是电动机车。但今年度的话，这个比例是腰斩，就每10台只有新售的机车里面只有1台是电动机车。气候变迁影响是一天比一天增加，民间团体诉求2050年台湾走向净零碳排，经济部应该赶紧订定净零碳排相关目标甲时间，而且由总统担任召集人，成立净零碳排工作小组。另外，针对用电大户的条款，应该公开立管的名单，通好予公众来检验。我们也希望让大家都知道用电大户到底是谁，谁该负责任。可是政府到目前为止迟迟不愿意公开名单。我们一直在研议嘛，所以就是说没有很正式的对外去做说明，那难怪外界会不太清楚，说我们有在努力。负责筹备规划国家能源政策行政院能源甲减碳办公室会议，伫咧还未有确定的结论进前，未凊彩来向外界来说明。学者表示，台湾若是伫咧2050年无法度走向净零碳排，会去影响到国内的水资源、粮食安全，还有产业人口增加，必须拄即马就开始提早部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地头的消息。台南地区欠水的灯号对今仔日开始已经转做黄灯，就是要进入头一阶段夜间降低水压这款限水的办法。台南市政府也即时要求手下的机关紧急甲必要以外用水拢得先动起来，这站确实袂当搁再拍算了。来到台南出名的观光景点和乐广场内底水池已经大颗颗，因应近来可欢，台南市府决定对11月10日开始，把水池暂时关起来，不过园区照常开放。我也希望赶快下来，因为现在各地都有开始有缺水的那个窘境了。其实有水的话，一定会更多小朋友他们会一起来玩。可是如果现在是因为水情就是缺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也只能这样子。台湾现时渐渐进入大水期，因为今年各地拢欠水，台南地区的水情灯号对11月10日开始改道黄灯，代表实施深基减压供水。台南市政府决议，各相关机关即日停止非急用甲无必要用水，也请各工业区自主管理减少用水5%。那所谓减压供水的话，就是我们在夜间的话，从晚上的11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的话，我们会调降水压，减少每天的话大概2%到5%的供水量。然后有一些不必要的，或者说可能说用水量比较大的，我们可能是要
这个像游泳池啦，像我们一些公园的喷水池啊，我们都可能要这个暂时关闭。我们市府也会严格要求我们自己所属单位，包括学校要节约用水啊，但是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来配合。虽然减压供水对有水台邻家来讲无啥影响，台南市长黄伟泰强调，台南市一日水用95万吨左右，照南华水库的水量估算，也会当冻2个月，但是还会冻半年，一直到明年清明节才有黄霜啊好。防疫用水、消防用水掠瓜，黄伟泰呼吁市民水欠用，也若嘉南地区明年早当稻仔敢有水通引产，听候中央建议。按算11个月就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云林县大溪安西府这间庙宇，这站拄当是25年一摆基安护国大法会造就。安西府落下8股35砖头的信众，拢会食菜7工。大溪市内一寡餐厅饭单拢有配合，甚至是换款素食出来应付人客。嘛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同款另外煮素食，予学生利便。一个再来到大溪乡的街仔路，自助餐店的人员等咧备料，详细一看，所有的菜色拢无肉类，搁有边仔原本卖肉羹的店家，嘛拢改卖素肉羹。差不多所有街仔路的餐厅、小食店，为了配合大溪乡安西府25年举办一届清桥基安护国大法会，拢来改卖素食。就配合当地的习俗。对。有全部拢去啊，规条菜市啊，全部拢无人咧卖草的物件。庙方表示，今年碰上金猪年，庙方举办基护大法会，为17号到23号，为期1礼拜。庙下8股35庄的信众拢来食素，范围差不多涵盖全大溪乡。虽然是毋是要食素，民众用家己决定，但差不多所有的乡民拢有来配合。因为到这个金猪年，往往拢有食国家啦、社会拢动荡不安啦，所以今年的时候，这个金猪年啊，就是讲有这个瘟疫。发生这个瘟疫，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共同为了做这个7条成就，解除这个瘟疫。我们还是供应供餐还是照旧会照正，但是为了就是说要响应我们那个乡内的一个宗教活动，我们学校另外再准备那个素食。不过校表示，为了照顾学生的营养健康，未来强迫学生改食素1礼拜，但准备一份素食餐，予需要囡仔来使用。至于庙方表示，食素是过去传落来习俗，希望举办基安护国大法会，会当予疫情早日来平息。记者为您报道。咱话来讲，台北市进前火车头下底真侪只街友，本地社会局要求讲，都要用落啊缀落来，真侪只物件袂当黑白拼。结果这项情形也造成讲街友感觉讲无够底，真反感。过来，除了这条新闻以外，咱嘛要来讲，云林县好买者安溪里有一张将近100年的樟仔树，本地是里民来咧纳凉泡茶的好所在。不过10月迄时叶啊，煞开始一直咧烂。虽然初步判断出病症，不过里民家己煮药啊，煞无啥应效。好买镇公所，咱嘛开始招募全国的树仔医生来斗医治这张100年的大树。伫好尾市溪路这张老树是好尾唯一一个登记伫云林珍贵老树名册的100年樟仔树，但详细甲看，这叶啊哪会冷去？里民看到这个情形是真意外，阁唔甘。这棵老树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真的蛮压抑的，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里民拢会来米粮，即马就安尼无人来米了啦。树医生啊，来了解了，伊是一个，伊讲叫做禾根病啦吼。那禾根病就讲等于是树癌的。老树当黄，里面把健康灌药啊，甲树根顶面的桩啊，甲刷开，互树根会当喘开。不过这状况也是无变较好。这丛樟仔树是重要的地标，也是里面泡茶、开讲、行棋的好所在。大家唔放弃，希望赶紧找到会晓治疗树仔的医生来甲救好我。迄个打会算做无差啊，系啊，真救看会活无安尼啦。咱嘛已经要求农经科配合农业处请这树木专家来做第一步的判定，对树啊这个病菌有研究的树医生会当做伙来甲阮抢救阮这
这张这个百年的樟树安尼。在地的居民对这张樟仔树的感情真深，公所希望全国对树仔有研究，而且愿意斗相共的专家会当出一份力量，甲好买这张100年的老树医好好。记者综合报道。换过来关心教育，来讲教育部统计过去10冬，休学退学的大学生是一年一年在增加。早起台湾大学宣布要成立未来大学这个组织，就是渐渐要推动后来无分科系，让学生更较会当照家己的意向主动学习，清楚找出家己未来的路。台大未来大学先修班的讲座有要600学生是坐甲甜甜，都是无共学院内在学生，甲大家分享伫即摆学制之下，因伫读册时阵所爱面对的困境。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们说，你要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啊。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没有人告诉我，我如果不会读书，我应该要干嘛？如果你随便抓一个路上的工学院学生问，那你说大学有选课自由吗？他们会说，我们只有很多的必修跟专业选修学分，我们没有所谓选课自由。先读大学才阁讲，读这会当创啥？台大捌调查过，有3成的学生无清楚讲家己读的科系伫咧学啥物，是安怎要学这？嘛因为安尼，校方从去年开始思考大学未来模样，关键伫咧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鼓励学生探索，提升学习的能力。未来的大学中间，每个人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自己的秩序，他有充分的动机自我学习。甲科系主修甲必修的边界拍破，台大当地积极研究联合专长无组，学术研究学位，还有专校性无分系学制，康北学庭。原来的学院它本身就可以做学院的不分系，但是我们校长就提到说，其实校方学校也可以办校的不分系。那这些做法其实并没有教育部的限制了哈。提出未来大学的愿景，台大嘛坦白讲，目前教育部伫咧入学的方式、招生名额还佫有真侪限制。若是要设新的科系来招生，至少要等2-3年。呼吁教育部开出创新的沙巴，让大学的办学会当佫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这2日英国的 Oxford 大学发表研究，讲长期间咧耍电动游戏的人，会比较无咧耍的心理佫较快乐。这项结果，就连主持研究计划学者嘛感觉真意外。总是另外有人咧警告讲，若沉迷电动的游戏，恐惊是会变做习惯性，北袂离。受到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凯瑟琳的休闲娱乐生活有改变，即嘛是伫咧虚拟的都市内底找到精神的外壳。It pretty much acts like therapy for me in the sense that the music is calming, the characters in the game, they're also very friendly. 英国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的团队为了探讨电动对咱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用任天堂动物心友会、甲美商艺电食物大战强势这2款电动来做研究，结果显示，逐工用4点钟耍动物心友会的人，比遐个无用遐侪时间耍电动的受试者还佫较快乐。不过，另外一寡耍电动的人，亲像是想要逃避生活压力的人来讲，耍电动快乐的感受就较少。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研究计划主持人普西比斯基教授对这个结果是感觉真意外。伊表示，40年来研究显示，若耍电动的时间愈侪，就愈无快乐。因若这2种电动会互人感觉快乐，可能是因为拢有社交的特色，会当用角色甲人互动，嘛互人理解讲拍电动是一种休闲的活动。希望这个研究会当互其他探讨平台耍电动、耍较调调相关的研究，提供更较侪通好比对的标准。What are their experiences? How much money are they spending? What kinds of things are they actually spending their time doing on these platforms? Unless we know that, then we can't actually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s of users, and especially children. 研究团队强调讲，这个研究的结果不是耍电动的通行证，若是继续研究，就会当了解讲电动内底有危害的物件，而且提供更较侪证据。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南来讲，屏东县潮州镇遮建基旧街啊，有一条小闪身就真危难的下巷啊。有人讲叫做君子巷，巷啊两边的旧厝和红砖壁，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这站地方本地计划要把这条巷啊提报做历史建筑，结果砖壁煞互人乌白画、乌白做，看到是互地方证人感觉真唔甘。
他这个根本不行，他是整面啊，该喷规面啊，甲你留名落款，搁写好好啦，你看。规面红砖仔墙和各种色水的喷漆乌白乱做，甚至甲名姓和学号拢写伫咧顶悬。这面红砖仔墙就是屏东县潮州镇建基旧街啊有100年历史出名的亡灵巷，但互人破坏亡灵巷旧厝的主人有影感慨。那这种红砖，它现在你要去做也没有了啊，你要去用药水洗。要白白的，要把它磨掉又不行。建基旧街的亡灵巷直通到长兴路，过去也有金运巷、桂花巷，甚至用施工隧道保留地方对亡灵巷的回忆。10年前，屏东县政府表示亡灵巷有历史根基，就安尼定名。无疑有100年历史的红砖仔墙，互人破坏作弊。镇公所表示将会报案，到监视器阻挡违法的行为，也呼吁民众同齐维护地方的古迹。这个因为在镇公所的公法上，它如果私人产权没有转移，或是说它没有授权使用的话，我们在使用上会有一点限制，会有一点束缚啦。比如财产不是公所的，我们也比较不好主张。不过看这个确实很心痛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公民教育需要再被加强啦。潮州镇公所表示，目前当地咧和亡灵巷旧厝主人协商，将旧厝捐出来做历史建筑。镇公所唔来倒装经费拍拼修复红砖仔墙，未来也唔望甲亡灵巷打造做潮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潮州镇公所为着推动观光，目前伫咧日本式历史文化园区遮设真侪大型的花灯，佮有特别加入潮州地头的特色。这寡花灯的展览甲马年元宵，地方的乡亲拢真期待，会当带动观光发展。潮州镇为着要推广潮州观光，公所运用地方的特色来制作花灯，有3级古迹凋林宫、好食米、小冷冰，还有造型真古锥的红仔线边甲降落伞，吸引真侪民众来遮打卡翕相。我就住潮州已经住20-30年啊，咱潮州镇公所哦，伫这日式文化园区遮用这花灯，会当介绍咱潮州有啥物美食啦跳伞啦，草林宫，伊个草林宫遐有当去平地森林，佮有迄个绿色隧道，这佚佗拢会当顺耍潮州美食。这寡以潮州地方特色所做出来花灯，目前毋是干那伫咧暗时才会遮尔水，你是买当来遮欣赏典雅的日本式建筑和装置艺术，互游客感受到潮州的文化特色。把所有潮州的特色全部都集合在这边，包括我们的林烧猫，然后绿色隧道，还有我们3级古迹朝林宫，还有我们的降落伞，有飞机有我们降落伞的伞兵这个意象，还有我们的美食跟小练兵啦哈。潮州日本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是咱台湾目前真正的打卡景点，唔会当骑皮拜克伫咧园区内底四界绕绕咧。即马阁有大型的花灯装置艺术。公所表示，花灯会展览到明年元宵过了后，未来阁按算结合4颗尾的景点，带动区域观光，要互更较侪游客来潮州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台北市的大桥头遮有艺术的剧团，即站甲街仔路当作戏台，演员就伫咧民众的身躯边搬一出实景演出的戏出。咱若配合手机啊 APP 落去看，就通对演员做伙倒转去公元1988年大桥头的街路顶。天空挂咧，手机 App 点开，照顶面的指示行，无意外，演员出现咧身躯边。由在地团体、剧团、甲道媒体公司3个单位共同发起编写计划，透过访问社区老大人，将1988年当时的地点文化、角头势力、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故事，用实景剧场的方式呈现。透过跟社区的一些老人家、朋友们做了一些访谈，那对这地方的历史也做了一些了解，然后慢慢由导演和剧团的伙伴们共同一起。酝酿出了这样一出街区剧场。经历改严、开放、两岸探亲、蒋经国过身等等的大事件，台湾社会出现天大变化。剧团以这个时代做背景，把大桥头当作演出的舞台，和民众体验不同的剧场表演。观众
有时候一开始会不知道这是不是演员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角色啊，然后看了好几次，怎么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开始认说，他是不是那个谁啊？变成街道警官的一部分，让他们可以用想象去参与在这个其中。对，因为我不是个很喜欢念历史的人，可是我对于如果能够把它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呈现，让我能够去认识那个时候的一些模样，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体验。用实景剧场的概念，佮加入科技 App 的应用，将观众、演员甲城市成做趣味的连接。透过手机的声音指示，对故事中的主角行伫大桥头的街仔路，理解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团队嘛希望透过新款的街头剧场体验，和民众定个认捌这座城市。记者林小凯、杨淑晴台北报道。明年的东京奥运有真侪新式的比赛项目，像讲厨房、冲泳、空手道种种，还有野球也是其中一项。永暗10点，公视台青春咱来望这个节目，特别招观众朋友来看国家队的少年选手安怎样在咧认真准备国际比赛。有空手道小清新外号的文子文，前5岁开始练空手道，一直到高中3年时，摕到全中运冠军了后，对这项运动是愈认真投入，并对东京奥运，伊一直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积极准备。这几年来，我们比较常就是，比如说练1个月，然后出去比赛，然后练1个月出去比赛，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备战的状态。对，但是今年比较难得的是，我们待在中心比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好好检视自己的不足。身为台湾头一个被招标的国手李庆莹，高中的时练的是跆拳道，一直到大学参加社团才开始学被招标。也身为先辈，伊嘛要带领国家栽培的精致选手指挥团练，来为大家拼出好成绩。当他成为亚运或奥运的项目的时候，那它变成是一个被重视的项目，那我们相对可以有的资源就会更多一点，那就已经不只是在自我实现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了，它是一个全体的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体。另外，也有冲泳、厨房等等多元少年化运动，嘛正做奥运未来的比赛项目。面对这波新潮流，台湾嘛应该量早重视选手的栽培，但是这运啊需要全民甲政府同齐投入，互咱伫咧面对奥运随时拢通接受挑战。记者罗敏珠、连新伟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和明仔载台湾各地头和澎湖、金门、马祖，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中南部明甲日的温度相差有较大。另外，就是东部地区个恒春半岛，较有可能会落到淡薄仔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温度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下晡新闻，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